我来看，家己发生这个大地震，伫附近的台南南西甲剧这两单呢是有人家厝倒去，也阁有桥逼开的灾情。伫南西这徛家倒去5个掉伫内底的人，即马拢已经救出来。另外，伫剧这是有公务这条啊逼开，20号是赶紧撤离。 牛条铁机啊，规个拢现出来，阿摩托加加泰鲁拉规涂骹，公寓1楼规个如苍苍。伫台南玉井的文化大楼，而透早地震了后，监视器画面明显有看到1楼的牛条大面积崩落，大楼住户嘛伫半暝紧急撤离。这柱已经爆裂了，已经就爆裂掉了，所以还是要临时性先做支撑。它如果对整个大楼来说呢，就是有影响。 大楼有封锁线，土木技术工会甲市府人员入去查看毁损的状况。这栋文化大楼是921大地震前2年起的，921甲2016的台南大地震拢无注温到，煞未堪咧21透早家己的强烈大地震甲后续真侪地震尾，远远公共离开的居民透早就转去公寓外口等待，市政府下晡进行结构补强。 没地方住啊，担忧啊，里面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。结构补强的部分应该还算可以维持，但是长期的时间哈，等讲过年前这段时间，咱要求公所这边才来做安置。为玉井到南西，经过德威桥、新桥、路南路面2甲关卡坎，工天人员透早从单线道路检修，或甲再无入去的危险。台南规工大小地震不断，尽量集中伫南西甲南化区，规模伫3至5中间。那玉井、南西区民族路原来有真侪栋民家受损甲停电，甚至有民众掉伫倒去的厝体内，消防人员紧急撬门才顺利脱困。好，药啊，变袂足，佫行袂去啊，行袂去啊。 我都惊，我都惊，药了太厉害个。车顶困一暝啊，我嘛无困，迄嘛困袂去。民众也心惊惊，看得要过年，煞拄着地震，受灾户毋知要安怎，只好暂时住伫亲友因兜。另外有28人接受安置。这届强烈地震造成台南14人受伤，台南市政府承诺会请结构技师赶紧对大楼进行安全鉴定，确认是毋是会当转厝。过年后也会加速处理重建事项，让灾民量早会当正常生活。记者采访报道。